喺2025年嘅8月份嗰陣時，7月份8月份嗰陣時咧，咁我就同一班朋友交流，即係其實原來大家對一個財富或者金錢嘅理解咧，係比起我認知咧係有少少唔同嘅。直接啲講嘅話咧，我係覺得好多人咧睇金錢觀啦，或者財富觀、理財觀上面咧，其實係冇一個完整或者體系式嘅學習。我哋由細到大喺小學啦、中學啦、大學啦，會讀好多學科類型嘅嘢啦，一啲即係甚至乎一啲智商嘅嗰啲培訓啦，或者學識科嘅一啲培訓啦。咁往往好多人都冇真正接觸過一啲金錢嘅管理或者財富嘅管理。但係反而呢樣嘢咧，就反而同我哋息息相關嘅，因為我哋每日營營役役咧，都係其實同錢打交道嘅啫。咁所謂人為財亡，鳥為食死啦，即係類似咁樣嘅説話啦。咁我就會覺得即係原來係構建一個好底層嘅思維邏輯，去理解翻乜嘢係財富，乜嘢係金錢。我同金錢之間或者家庭同金錢之間嘅關係係點咧？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課題。咁咁啱啦！我哋喺成個即係啟明星嘅運作過程當中咧，我哋好多時咧係側重咗喺時效性啊，或者一啲價值投資理念嘅一啲實踐同埋傳遞啦。咁我又會覺得即係如果我哋喺將我哋嘅呢啲內容咧擺咗入去啟明星現有嘅或者我哋 YouTube 現有嘅一啲頻道嘅話咧，就會大家會混淆咗。咁所以咧就專登開咗一個咁樣嘅系列課程出嚟。其實叫系列課程有啲冇咁準確，因為我好希望係大家嘅同行者，或者係叫做一齊共同學習嘅人，咁去做呢件事。咁所以咧，我哋財商咧呢個系列嘅話咧，我相信會幫助到大家咧，即係認認真真由基礎去構建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金錢觀啦、理財觀啦。咁甚至乎一啲所謂嘅財富管理習慣啦，即係富有嘅習慣啦，由富有嘅思維到富有嘅習慣，一步一步去構建翻出嚟。咁我相信係會幫到大家嘅。咁呢一樣嘢咧，我亦都係即係覺得係大家值得擁有。咁咧，即係其實你係咪覺得咧，即係喺投資啦，即係你教大家好多啲投資嘅嘢啦？你覺得呢個財商其實係喺投資，即係學投資之前嘅一個要建立起嚟一個基礎嚟？佢係建立嘅基礎，亦都係建立嘅中間，亦都係高階嘅一個位置。所以其實真正嘅財商咧，細到咧我哋由一個儲蓄啦、消費啦。點樣理解負債同埋收入啦？點樣理解負債同埋資產啦？呢一個係構建嘅初步啦。去到真正嘅高階財商嘅話咧，我哋係需要知道乜嘢嘅理念去運作我哋嘅投資啦。譬如我哋成日同大家交流嘅價值投資理念啦。咁你咩年紀係適合做乜嘢嘅？或者長遠而言啦，長線嚟講，我哋有啲乜嘢嘅投資理念係可以應用啦？咁我當然係揀咗價值投資啦，所以我會覺得價值投資亦都係啦。咁價值投資呢部分實際上亦都係高階財商嘅一部分嚟嘅。咁如是者包括一啲所謂嘅交易策略啊，一啲資產配置啊，亦都係高階財商嘅一部分。當你去到好有錢啦，好似我哋錄播呢個節目嘅時候咧，啱啱95歲嘅巴菲特老先生咧就榮休啦，或者叫退休啦。咁佢就講咗話，佢仲有14億、15億美元嘅資產要去做一個傳承。咁其實包括財富嘅傳承都係財商嘅一部分，因為財商唔單止係管理你嘅未來啦，亦都係管理你嘅現在，亦都係管理你嘅過去。即係話你有咗錢之後，你啲錢帶唔走㗎，生不帶來，死不帶走。咁喺呢個過程當中，我哋又點樣傳承落去？呢一部分咧都係財商嚟嘅。所以其實可以咁講啦，即係佢係貫徹咗我哋成個人生都係喺財商當中喺度運作緊。所以大家即係好多人可能忽略咗後邊部分，因為營營役役啊嘛。即係每日為負債奔波，為戶口而奔波，咁所以冇所謂管唔管理啦。所以仲有咩投資理念啊？因為後邊佢哋根本都未去到。咁但係實際上我係希望大家係理解到咧，其實所有嘅嘢咧都係喺財商嘅包括在內嘅，即係頭先所講嗰啲嘢。咁所以即係有財商嘅呢個框架同冇財商嘅呢個框架，其實佢哋係一個天差地別嘅人生喎，可唔可以咁講？呢種係一種認知嚟嘅。其實我係喺即係龍青又好，我哋嘅啟明星又好啦。其實一路以嚟咧，其實係想幫助大家構建一個底層思維邏輯。其實呢一樣嘢，如果識得聽嘅人咧，就會慢慢 get 到我喺度做緊咩。咁但係如果唔係嘅話咧，就以為聽個 number 或者即係抄功課啦。咁但係實際上我哋係想幫大家構建一個底層思維邏輯。咁底層思維邏輯，咁其實簡單啲嚟講咧，呢件事嘅構建咧，其實係可以幫大家去成為一種富人心態。譬如我哋有啲窮人咧，就會係覺得節儉係可以發到達嘅。或者節儉係慳錢嘅，
譬如話我今朝有一個好好嘅笑話啦，咁我有一個好朋友啦，咁佢就因為人家嗰度超級市場喺度做促銷活動啦，1蚊咧就可以換到40粒雞蛋。個前提咧就係要去人哋個 Apps 咧就去睇50分鐘或者1個鐘頭嘅直播嘅一個節目。咁簡單啲嚟講，即係你其實係1蚊再加你1個小時嘅一個時間同埋精力去換取40粒雞蛋啦。咁其實呢條數係有得計嘅喎，因為40粒雞蛋你個市值可能係40蚊，可能係80蚊。咁對於可能一個老人家嚟講，其實佢個時間係個價值係好低嘅。即係唔好以為老人家嘅生命係短啲，咁但係其實佢時間價值係低嘅。因為佢冇乜創造力，咁但係對於一個後生仔嚟講，其實佢去好勤勤力力去做嘅話咧，可能100蚊唔止，可能1000蚊唔止。咁所以我哋要理解呢樣嘢咧，其實我哋有時咧會因為貪小便宜咧，係忘記咗其實自己係更有價值嘅。咁所以亦都喺呢度引申出嚟一個案例咧，其實就對於一個60歲嘅老人家，佢有2億嘅身家，同對於一個25歲嘅後生仔，佢得50萬嘅負債，咁邊個有錢啲咧？其實冇得講嘅。即係你睇實際數字咧係唔知，因為一個人真正嘅財富同我哋經營一間公司係一樣嘅，係佢未來現金流嘅折現。咁所以咧，即係呢個25歲嘅後生仔咧，其實佢係可以好有錢。咁即係佢只要係行啱或者做啱，或者喺長期主義當中做啱呢啲嘢咧，咁佢個累積嘅爆發力係可以好大。咁但係好多人就唔明白呢啲嘢咯。咁所以呢啲咪即係窮人思維同富人思維咯。咁我就希望有一啲機會啦，或者有啲平台啦，可以同大家交流到所謂呢啲窮人思維啊、富人思維啊，幫助有緣人啦，一定係有緣人嘅啦，冇可能全部人因為聽完我哋幾句説話咧就徹頭改頭換面。咁但係呢個叫做拋磚引玉啦，或者即係咯，即係到一啲方式方法嘅嘢去啟發大家去明白呢件事係好緊要嘅。咁我哋快啲開始啦！我諗大家都好想快啲學下呢個財商啊！咁到底乜嘢係財商咧，龍 Sir？咁我哋頭先都講過啦，即係其實財商好簡單，就係我哋嘅一個對金錢嘅認知啦。咁其實大家係點樣理解金錢嘅咧？即係到佢係一個消費嘅媒介啦，即係大家公認嘅一個即係有價值嘅對等嘅一張紙啦，咁樣講啦嚇，即係或者貨幣其實就係咁啦。咁但係其實佢遠遠係超出咗呢樣嘢嘅。咁我哋如果定義財商嘅話咧，就有3個主要嘅 element， 即係內容。第一個咧就係財務嘅知識啦，即係你頭先所講啦，收入、開支、負債、資產，呢啲係所謂嘅財務知識啦。咁應收帳、應付帳呢啲係財務知識啦。再第二加呢個金錢嘅觀念，即係咩係錢？有啲人咧就完全冇金錢觀念，就係覺得慾望咧可以佔據咗佢嘅一個規劃。我喺一個好早期出嚟工作嘅時候啦，我諗20幾年前啦，咁有啲好嘅一個同事啦，咁後生仔後生女啦，咁佢哋當其時咧就會好追趕潮流嘅。咁啲女仔咧就會係為咗去日本啦，咁買一個名牌嘅包啦，咁就碌咗20幾個月嘅卡數，即係佢要還20幾個月嘅卡數嚟去日本消費去旅行，然之後話俾人哋聽，翻嚟就好自豪咁樣話俾人哋聽，我去咗日本旅行。咁跟住咧，即係細談之下咧，先發覺原來佢碌咗可能10幾20萬嘅負債。咁呢樣嘢到底值唔值得咧？呢個咧就係個金錢觀念啦。我哋成日話3觀要正確，或者即係結婚拍拖即係我哋家庭觀啦、世界觀啦、金錢觀啦、所謂價值觀等等嘅3觀要正確。其實金錢觀其中係我哋維繫夫妻關係非常之緊要嘅。如果你金錢觀一個搏命使錢，一個唔中意賺錢，一個搏命賺錢，即係我諗就唔會衝突嘅。咁2個都搏命使錢嘅話咧，咁麻煩就大啦。咁所以財商總結仍然咧，第三個 element 咧就係個投資嘅實踐，即係財務知識啦、金錢嘅觀念啦，加財務嘅實踐、投資嘅實踐。咁呢個咧就係簡單為一個財商啦。咁如果將呢個咧再推廣落去，再深度啲去睇佢嘅話咧，其實呢3個咧仲可以變化成4個高階財商。高階財商咧就包括咗我頭先一開始講咗嘅投資哲學啦，你係用一個價值投資理念啦，定係用一個乜嘢嘅理念去管理你嘅資產啦？跟住就實踐啦，資產配置啦，跟住咧就再加埋一個好合理嘅風險控制。其實資產配置同風險控制之間咧係有互動關係嘅，即係你資產配置得好咧，你風險控制自然就會好噶啦。咁所以咧，我哋唔係開一個股票戶口，我哋就喺度管錢，亦都唔係話純粹。所以我哋有一個叫 wealth management，
係咪？即係英文叫 wealth management，即係財富管理或者即係資產配置整體嘅財富管理。咁呢個咧 private banking 嗰陣時，我哋叫 wealth management 啦，係咪？咁另一方面咧，我哋亦都唔係純粹開個股票戶口咧，就當自己喺度管緊錢啦。咁當然啦，喺呢啲所有我哋要做嘅，無論係投資或者交易方面咧，你都一定要有紀律。咁如果即係升階到呢一方面嘅認知嘅話咧，咁我覺得一個普通人咧都可以叫做有一個高階財商。咁有呢個高階財商嘅人咧，咁慢慢咧就，我覺得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啲概念咯。咁大部分人都未有嘅，不過唔緊要，我哋由初步開始啦。咁例如乜嘢係財務自由？大家知唔知咩係財務自由啊？咁我哋咧就喺度討論喺香港，我哋如果要達到一個唔太差嘅財務自由，我哋要幾多錢嘅資產去管理咧？或者創造我哋嘅被動收入咧？所以各位，我哋一定要追求財務自由。只有財務自由咧，你先至有4，你先至唔使為5粒米折腰。你知唔知唔使為咗一個壞嘅老闆或者一個唔中意嘅老闆受氣嘅時候咧，你都挺唔起腰桿子做人。嗱，而家個問題就係我點樣，譬如一個後生仔出嚟做嘢，點樣由我冇錢到我儲到1000萬咁樣樣咧？咁我喺好早之前啦，或者已經形成咗一種叫做黑洞財富管理方法。咁我係呢種咁樣嘅思維模式係我自己覺醒翻嚟嘅。